要介绍的是我们最重要的岗位。是这边有来补缺，就是在处理生鱼以及生食冻饭的部分，都会由这个工作站去制作。那在旁边这位小姐姐是做什么的呢？最后的餐修饰完之后，将餐点完整的吐出去。主手主要是会接触生鱼片之类的东西，那副手的话就是拿其他的海鲜，然后还要摆最后的摆盘。你的工作是？我负责炸东西。我怎么觉得你比较像摸鱼的？我上班不摸鱼，上班不摸鱼。还有什么吗？我负责出汤跟出烤串的。假如说没有副手的话，我也会帮忙他们就出手动。